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傾下買蝦嘅學問。好多人喺街市買咗鮮蝦翻嚟，第一件事就係連袋一齊掉入雪櫃，覺得咁樣就係保鮮。其實咁樣做真係大錯特錯，簡直係浪費錢。蝦肉一旦處理唔好，第日拎出嚟煮嘅時候，唔止個頭變黑，肉質仲會變得好似霉咗咁，完全冇晒嗰種爽口彈牙嘅感覺。我以前都試過好多次，明明買嘅時候係生猛海鮮，點知擺咗2日就變到腥臭難聞，最後只能夠全袋掉咗佢，真係好心痛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去海邊一位做咗幾十年嘅漁民老友，佢先至話我知，原來保鮮蝦係有一套神級保鮮法。今日我就要將呢套唔傳之秘毫無保留地話晒俾大家聽，保證你跟住做。啲蝦擺到過年都唔縮水唔腥臭，拎出嚟嘅時候同啱啱買返嚟一樣咁新鮮。我哋首先要明白一個道理，點解就咁放雪櫃係唔行嘅呢？因為一般家庭用嘅雪櫃經常要開嚟開去，入面嘅溫度係會波動嘅，而且蝦肉嘅水分含量非常高。如果直接接觸空氣，水分就好快會流失，導致所謂嘅凍乾現象。當蝦肉入面嘅細胞膜被破壞咗，解凍嘅時候，水分就會帶住鮮味一齊流失，肉質自然就變得又乾又柴。所以保鮮嘅核心只有2個字，就係密封。好啦，而家我哋開始講第一種，亦都係漁民最推崇嘅礦泉水樽保鮮法。呢個方法雖然睇落去好似好土，但效果真係一流水。首先，你要準備一啲平時飲完嘅礦泉水樽，大細就睇你自己每一餐食幾多而定。最好係揀嗰種500毫升左右嘅細樽，咁樣每一次攞一樽出嚟食，啱啱好，唔使反覆解凍。你將買翻嚟嘅鮮蝦先用清水輕輕沖洗乾淨，記住係輕輕沖洗，唔好用力揉搓。為咗唔好整斷啲蝦鬚同蝦腳，洗乾淨之後，我哋就將蝦一隻一隻咁塞入去礦泉水樽入面。塞嘅時候要有少少技巧，唔好死命咁壓，但要盡量排得緊密一啲，減少樽入面嘅空隙。當你將成個樽塞滿咗90%左右，最重要嘅一步嚟咯，倒水。我哋要向樽入面灌滿清水，直到水溢出嚟為止。點解要加水呢？因為水可以將樽入面所有嘅空隙都填滿，將空氣徹底排出去。咁樣蝦就係處於一個完全真空嘅環境入面，唔會同空氣產生任何氧化反應。而且當水結成冰嘅時候，佢會形成一個天然嘅保護層，緊緊地包裹住每一隻蝦，鎖住水分。灌滿水之後，擰緊樽蓋，直接放落去雪櫃嘅急凍室。用呢個方法，啲蝦存放1年都冇問題。拎出嚟嘅時候，個頭依然係紅撲撲嘅，完全唔會發黑。當你想食嘅時候，只需要攞一樽出嚟，用剪刀剪開個膠樽，或者直接擺喺冷水下面沖幾分鐘，等入面嘅冰溶咗，蝦就自然會出嚟。你會驚訝地發現，啲蝦嘅肉質依然非常之彈牙，鮮甜味十足，就好似啱啱由海入面釣上嚟咁。除咗呢個方法，如果你覺得樽太佔位，或者你想處理得更精細一啲，仲有第2種白砂糖保鮮法。呢個方法好啱用嚟處理嗰啲要攞嚟做刺身或者白灼嘅高品質大蝦。首先，我哋一樣係要將蝦洗乾淨，然後瀝乾水分。記住一定要瀝得好乾，最好用廚房紙巾輕輕印乾表面嘅水分。準備一個密封性能好嘅保鮮盒，喺底部先鋪上一層白砂糖，然後鋪上一層蝦。鋪好之後，再喺蝦上面撒一層薄薄嘅砂糖，就咁一層蝦一層糖咁疊上去。最後最上面嗰層一定要用厚厚嘅砂糖蓋住，然後蓋好盒蓋，
放入急凍室。你可能會問，落咁多糖，啲蝦會唔會變甜㗎？其實唔會，因為蝦殼有保護作用。白砂糖嘅作用係利用佢嘅吸濕性同埋滲透壓嚟抑制細菌嘅生長，同時鎖住蝦肉本身嘅鮮味成分。用呢個方法保鮮嘅蝦色澤特別靚，煮熟咗之後嗰種紅潤嘅感覺真係令人睇到都流口水。講到呢度，我仲要提醒大家一啲非常重要嘅細節。好多人買蝦嘅時候中意揀嗰種跳得好厲害嘅，當然生猛係好事，但如果你打算攞嚟長時期保存，其實買嗰種剛剛斷氣但依然非常新鮮嘅冰鮮蝦反而仲好處理，因為蝦喺垂死掙扎嘅過程入面會產生大量嘅乳酸，反而會影響肉質。如果買到活蝦，返到屋企一定要第一時間處理，千祈唔好擺喺嗰度，由得佢慢慢死。因為死咗之後嘅蝦，內臟嘅酶會好快開始分解蛋白質，呢個就係點解蝦頭會變黑嘅原因。如果你屋企嘅雪櫃空門唔係好大，咁你可以試下第三種保鮮紙分裝法。呢個方法雖然比起礦泉水樽麻煩少少，但勝在慳位。我哋要將蝦按每一餐嘅份量分得一小堆一小堆，攞一張保鮮紙鋪喺台面，將蝦整齊地排好，然後用力捲起嚟，盡量將入面嘅空氣全部擠出去。捲好之後，再攞多一層保鮮紙包多一次。點解要包兩層呢？因為保鮮紙其實係有微孔嘅，包兩層可以大大提高密封性。包好之後，我哋可以用一個大嘅夾鏈袋，將呢啲一卷卷嘅蝦裝埋一齊，再放入雪櫃。喺擺放入去嘅時候，記住要將佢哋平放，等佢哋可以喺最短嘅時間內被凍透。凍結嘅速度越快，形成嘅冰晶就越細小，對蝦肉細胞嘅損傷就越細。所以如果你啲雪櫃有那種急速冷凍嘅功能，記得喺放蝦入去嘅時候開着佢。呢個細微嘅動作對於保持蝦肉嘅口感有着決定性嘅影響。另外，我哋喺處理蝦嘅時候，千祈唔好手癢去挑蝦線。好多人覺得蝦線污糟，想處理好晒先至入雪櫃，咁樣其實係大錯。你挑蝦線嘅過程必定會破壞蝦肉嘅完整性，導致入面嘅汁液流失，而且傷口會增加同細菌接觸嘅面積。正確嘅做法係，等到你要食嘅嗰日解凍之後再處理蝦線。到嗰陣時，蝦肉雖然仲係涼涼地，但挑起線嚟反而更容易，唔會整爛啲肉。再講下解凍嘅技巧，呢個亦都係好多人忽略嘅一環。千萬唔好用熱水去浸，亦都唔好直接掉入微波爐。最理想嘅解凍方法係流動冷水解凍法，將凍到成釘冰咁嘅蝦放喺盤入面，開細細嘅水流，一直沖住佢。水流嘅動力可以加速冰塊融化，而冷水嘅溫度又唔會令蝦肉因為突然受熱而變質。如果你唔趕時間，最好嘅方法係提早一個晚上，將蝦由急凍室移到冷藏室，大概攝氏4度左右嗰格，等佢喺低溫環境下慢慢自然融化。咁樣解凍出嚟嘅蝦，水分流失係最少嘅，鮮味保留得最完整。有啲朋友可能會話，我買咗好多唔同種類嘅蝦，有大隻嘅虎蝦，亦都有細隻嘅白蝦，處理方法有冇分別呢？其實原理都係大同小異。不過針對大隻嘅海蝦，我個人更建議用礦泉水樽法，因為海蝦嘅殼通常比較硬，如果用保鮮紙包，好容易會戳破保鮮紙，導致漏氣。一旦漏氣，個保鮮效果就大打折扣。而細隻嘅白蝦，因為我哋通常一次食好大一盤，用保鮮盒加砂糖嘅方法就最方便。我仲想分享一個漁民教我嘅小撇步，喺放入雪櫃之前，如果你想啲蝦嘅鮮味更上一層樓，你可以準備一盤加入咗少少鹽同埋碎冰嘅凍水，將蝦浸入去5分鐘。呢個過程叫做
低溫定鮮。鹽水可以起到微弱嘅殺菌作用，而碎冰可以令蝦肉快速降溫，進入一種休眠狀態。咁樣處理過嘅蝦喺之後嘅冰凍過程中，活性物質會保存得更好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無論用邊種方法，最緊要就係快。由你買返嚟到入雪櫃，時間越短越好。唔好喺廚房磨蹭半日，或者先去煮其他月。蝦係一種好嬌貴嘅食材，你對佢好，佢喺餐台上面就會用美味嚟回報你。我以前有個鄰居，佢好中意趁超市減價嘅時候一次過買好多蝦。佢以前嘅做法就係直接將超市個塑膠袋塞入雪櫃，結果每逢過節攞出嚟整大餐，啲蝦都係黑頭肉散。自從我教咗佢呢個礦泉水樽法之後，佢而家每次見到我都讚不絕口。佢話而家就算係喺過年嘅時候煮白灼蝦，啲親戚朋友都以為佢係當日去街市買嘅活蝦，完全食唔出係凍咗幾個月嘅存貨。呢種滿足感真係唔係用錢可以買到嘅。而且呢個方法仲有一個好處，就係衛生。雪櫃入面如果堆滿咗各種肉類同蔬菜，好容易會有交叉污染嘅風險。用礦泉水樽或者密封盒將蝦隔開，可以確保蝦肉唔會吸收其他食物嘅氣味，同時亦都防止咗蝦嘅腥味污染到雪櫃入面嘅其他嘢，例如蛋糕或者水果。所以下次去街市見到啲靚蝦，大家可以大膽咁買多一啲。只要掌握咗呢套漁民傳授嘅神級保鮮法，你就等於擁有咗一個隨時可以提供新鮮海鮮嘅私人倉庫。無論係平時皆幸定係大時大節，用嚟整備楓糖炒蝦、蒜蓉蒸大蝦，你都可以游刃有餘。再都唔使擔心買翻嚟嘅蝦會浪費。大家一定要記住，生活嘅品質往往就係隱藏喺呢啲小細節入面。同樣係一斤蝦，用啱咗方法，佢就係高級餐廳嘅水準；用錯咗方法，佢就係垃圾桶嘅常客。希望今日分享嘅呢套保鮮大法可以幫到每一位愛食海鮮嘅朋友。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呢啲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要將呢啲方法話俾你身邊嘅屋企人同朋友聽，特別係屋企嗰啲老人家，佢哋通常比較節儉，買咗好嘢又唔捨得一次食晒。教識佢哋呢啲保鮮法，等佢哋都可以食到最健康、最鮮甜嘅蝦。最後我哋再嚟總結一下重點：第一，一定要密封隔絕空氣；第二，礦泉水樽法係最推薦嘅，因為可以做到完全真空同埋防擠壓。第三，白砂糖法適合高品質大蝦，可以提鮮同菇色。第四，絕對唔好喺冰凍前處理蝦鱔。第五，解凍要用冷水沖或者提前擺入冷藏室。只要記住呢幾點，你以後就係保鮮大師。處理蝦嘅時候，心態亦都好重要，要把每一隻蝦當成係珍貴嘅禮物嚟對待。當你用心去處理食材，食材所呈現出嚟嘅味道真係會完全唔同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用呢啲擺咗3個月嘅礦泉水樽蝦煮咗一大盤俾我嘅仔女食，佢哋一邊食一邊問我係咪今日又去咗碼頭口漁民買鮮貨。我當時只係笑笑口，冇直接回答。其實呢種能夠隨時隨地俾家人食到新鮮美味嘅能力，先係我哋鑽研廚藝同生活技巧嘅最大動力。而家好多人都追求快餐文化，乜都講求快，但喺對待食物上面，我哋真係要學下老一輩嘅智慧。漁民喺海上生活，環境惡劣，佢哋為咗保存捕捉到嘅海產，諗咗好多辦法。呢啲都係經過時間考驗嘅實戰經驗。我哋而家有咗咁好嘅電器設施，再加上呢啲傳統嘅小智慧，簡直係如虎添翼。所以千萬唔好再嫌麻煩。其實買樽、曬蝦、倒水，成個過程加埋都唔使10分鐘，
但係呢10分鐘可以換嚟幾個月嘅安心同美味，絕對係一筆超值嘅投資。下次你喺街市見到啲生猛嘅基圍蝦或者大頭蝦，記得帶幾斤返屋企試下。等到過年嗰陣時，當你由雪櫃深處攞出嗰幾樽冰封鮮蝦，喺親戚朋友面前變出一道色香味俱全嘅大蝦料理，睇住大家驚訝又佩服嘅眼神，你就會明白呢套神級保鮮法嘅威力到底有幾大。我哋煮嘢食唔單止係為咗填飽個肚，更係為咗一份對生活嘅熱愛。處理好每一隻蝦，其實就係喺處理我哋嘅生活細節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喺繁忙嘅生活入面，到呢份親手創造美味嘅樂趣。講咗咁耐，我諗大家都已經急不及待想去買蝦試下啦。記得一定要揀啲蝦頭同蝦身連接得緊密，蝦殼有光澤嘅鮮蝦。如果蝦頭已經搖搖欲墜，或者摸落去黏糊糊嘅，咁就算你有再勁嘅保鮮法都救唔返。好嘅食材係成功嘅一半，正確嘅保鮮方法就係另外嗰一半。祝大家以後買到嘅每一隻蝦都咁鮮甜，煮出嚟嘅每一道菜都咁受歡迎。希望大家食得開心，生活幸福。我哋喺鑽研廚藝同生活技巧嘅道路上一齊進步。下次如果你仲想知其他食材嘅保鮮大法，比如話係點樣保存嗰啲容易變黃嘅青菜，或者係點樣令買翻嚟嘅肉類擺半年都唔會有嗰種雪櫃味，我再慢慢同大家分享。美食嘅世界好大，值得我哋去探索嘅嘢仲有好多。今日講嘅呢個漁民保鮮法，只係其中一個小小嘅奇蹟。當你開始留意呢啲細節，你會發現原來廚房入面處處都係學問，處處都係驚喜。唔好再等啦，快啲去睇下你屋企個雪櫃入面嗰啲蝦處理得啱唔啱。如果仲係連袋一齊塞入去嘅，而家拎返出嚟重新處理都仲嚟得切。趁住啲蝦仲未變質，快啲俾佢哋一個神級嘅家。處理好之後，你會發現你嘅雪櫃整齊咗，你嘅心情都會變好，因為你知道喺嗰個凍冰冰嘅小空間入面，正藏着一場未來嘅味覺盛宴，正等待住喺某個溫暖嘅時刻，為你同你嘅家人帶嚟驚喜。呢個就係我想帶俾大家嘅生活小確幸。平凡嘅食材，只要用心對待，就能夠散發出唔平凡嘅光芒。蝦如是，人生亦如是。希望大家每一餐都有好胃口，每一日都有好心情。我哋喺追求美味嘅路上，永遠都唔會孤單。大家記住，細節決定成敗，就係咁樣。一個小小嘅礦泉水樽，或者係一匙羹白砂糖，就能夠徹底改變你對凍蝦嘅認知。唔好再被超市嗰啲凍到死死下嘅蝦仁欺騙你嘅味蕾啦。自己動手豐衣足食，而且用呢個方法，你仲可以根據唔同嘅口味嚟做預處理。比如話，你可以在倒水嘅時候，順便喺樽入面加幾粒花椒或者一兩片薑片。咁樣蝦喺冷凍嘅過程中，會微弱地吸收咗呢啲新香料嘅氣味，等煮嘅時候，甚至可以達到去腥增鮮嘅雙重效果。當然呢個係進階版嘅玩法，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喜好去嘗試。生活就係要不斷咁嘗試同創新。漁民嘅智慧俾咗我哋一個基礎，我哋可以喺呢個基礎上發展出更多適合自己家庭嘅方法。最重要嘅係，我哋要有一顆追求極致鮮味嘅心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我諗呢5000幾字嘅心血，應該已經足夠令你成為半個海鮮專家。如果你仲有任何疑問，或者有更好嘅保鮮計仔，歡迎隨時同我交流。我哋下次再一齊探索更多關於食物嘅秘密，一齊追求嗰種由心而發嘅鮮甜滋味。記得買蝦千萬唔好就咁放入雪櫃，一定要用我今日教你嘅神級保鮮法。無論時間過去幾耐，
嗰份來自大海嘅饋贈，都會喺你打開雪櫃嗰一刻依然如初。呢個就係大自然同我哋智慧結合嘅魔力。再次多謝大家嘅耐心聆聽，希望呢篇長長嘅分享可以成為你廚房生活入面嘅一本實用手冊。祝大家煮魚得魚，煮蝦得蝦，每一餐都食得滿意，每一刻都過得精彩。加油，各位美食愛好者，我哋下次見。最後嘅最後，我仲想多講一句，保鮮雖然重要，但如果條件允許，盡量食當季嘅食材，盡量食新鮮嘅食物，呢個先係對身體最好嘅。保鮮法係為咗留住嗰份難得嘅鮮美，而唔係為咗無限期咁囤積。適量購買，用心保存，呢個先係真正嘅食之道。大家喺執行礦泉水樽法嘅時候，記住要揀嗰種質地比較硬嘅樽，因為水結冰膨脹嘅力量其實好大。如果樽太薄，雖然唔會爆，但會變形得好厲害，堆疊嘅時候就唔係咁方便。呢個係我實踐咗好多次之後得出嚟嘅經驗之談，大家可以留意下。好啦，我真係要講完啦。希望大家嘅雪櫃入面以後都係滿滿嘅驚喜，而唔係過期嘅遺憾。祝大家生活愉快，廚藝大進。